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甲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佮农委会林务局，本地今仔要伫罗东的林业文化园区办台湾希诺基关乎日本协助修复乌基纳瓦修理城的仪式，也毋过说临时取消，是虾米原因呢？外界拢真好奇。外交部是表示讲，这案因为关系到一寡出口管制的法规，为着要完毕申请的程序，所以还佮甲日本方面继续参详。吊车载5支希诺基驶入规罗东文化园区，不过这希诺基原本是要送予日本的，用来修复乌基纳世界出名的文化遗产修理城。这是这对乌那国岛坐船来咱台湾的日本众议院议员，国务规司嘛打算讲要来参加仪式，说临时法庭的罗东林管处只有把这木材甲炸转去寮仔场，互外界感觉真好闲。活动取消，为什么取消就不知道。这个活动因为主要是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主办的，只是说在我们这边借这个场地来使用，所以有关那个活动的进行跟取消是什么原因，可能要直接问台湾日本关系协会才能知道。仪式取消的理由，罗东林管处讲唔知，会煞咧配合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构想办理程序，也若这5支商炉拢是对罗东林管处认责任的人设木。因为修理城伫2019年电线小拍电烧去，木材是咱台湾的商炉。国务规司搁伫2020年来造访台湾的时阵，提出讲希望会当搁用台湾的商炉，所以林管处就提供12支，予对方订日本订5支。但因本案涉及特定林产品出口管制相关法规，未完备申请程序，我国政府相关单位将与日方持续协调。这个办批要送予日本的商炉，逐支拢有3公尺6赫长，总重量是2吨。但是要出口，就需要有检疫，照农委会规定，还佫爱照贵重木的合法提取证明。仪式临时取消，外交部表示讲，因为本案牵涉到特定林产品出口的相关规定。这程序若是要完毕，咱的政府甲相关单位会和日本刷咧来做协调。记者综合报道。